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神。講是防糾紛，所以安裝着監視器。顛倒糾紛大條就無有意，違反着運輸秘密甲醫療法。那麼一般的患者是要安怎自保安心，互先生看？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自救會委任法務主任顏寬。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私家偵探柯思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職業律師賴英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消基會執行董事，也是職業律師吳英達。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繼續來關心，在國內小連鎖逼出了醫美診所，甲人偷翕。那麼在咧高雄的功德診所呢，無經過患者的同意，就翕到人的運輸的部位。另外，公證診所嘛，互人查出有盜監視器，甚至翕到患者的面。那麼鬥陣來看。壁頂搭錄影監控告示，安尼內頂連鎖醫美連續逼出監控偷翕案了後，高雄公正美學診所即幾日佇社群限動表示，診所內底無監視器，毋過鏡頭翕向壁的翕面，簡單的錄音，毋過有患者極度質疑，做聊天時無人甲因講這件代誌，沒有事先告知，這樣就是很沒有尊重那個病患，就是去做醫美的那個患者。民眾感覺無妥當，認為監視器可能會逼患者運輸。衛生局接到報案，車閘到現場稽查，發現監控安裝狀況無符合業者的講法。診療室、諮詢室、手術房及觀察室等均設有監視器，為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部分診療室鏡頭有拍攝到病人臉部，與診所宣稱監視器都會面向牆壁之說法不符。面向牆壁其實針對的是除毛室，患者會穿的比較少的地方了。部分診前拍到人的臉部，是因為那些地方是比較針對臉部的治療跟療程。我們的手術其實都有簽相關的同意書，這個點衛生局也拿走了。衛生局已經將監視器影片保留落來，交予檢警去理清。若閣較早防調查的功德診所高雄分院，會再閣再予衛生局稽查，因為檢警已經確認診療室的監視器佇無經過患者同意下，翕到幾個人頂半身頂運輸部位。毋過因為妨害秘密是告訴乃論，向檢呼籲患者勇敢出面協助指認。目前已經陸續的那麼要求這個地方政府衛生局的去做一個盤查，那麼就如同我前面提過的，那麼對於這樣的行為呢，是相當的這個不可取哈，所以要採取最嚴厲的處分，那麼依法，那麼該停業就停業。醫美偷翕案持續擴大，衛福部要求地方衛生局擴大稽查，其中車閘逼出來的台南分店經煙氣裝監控攝影設備的顏依明，伊的屏東分店雖然登記是美容美體業，不過衛生局唔敢大意，昨日嘛啟動調查，若查到違法事情，會依相關法規處辦。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這一點鐘吼，因為會當講的是會介濟吼，那麼其實咱來即馬台面上咱4位吼各有各的角色吼，一部分就是關於着即個共偷翕，即個法律層面啦，要安怎自救啦。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咱一般患者去到診所啊，去到什麼所在、什麼場所，要安怎自保啦？吼，免講自保，講保護家己的即個權益吼，這兩部分。我首先要來請教咱顏主任吼，即馬目前自救會才有偌濟人成員？現在的話，其實我們整個自救會來說，它是有超過3000人在我們自救會來詢問。這3000人？對，其實我們在自救會的社群是有超過3000人的。然後我們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管道，是他實名想要真的跟我們去做一些不管是退費或是他認為他有被偷拍到的這些權益的爭取，在這個部分他實名跟我們尋求協助的有超過500人。哦。
超過500啦。對。啊，有的可能自己就直接弄去到禁售去啊。对，因為有很多消費者他其實是第一時間，他先去那個分院要求退費，然後發現他被很多的刁難之後，然後他在網絡上看到，我們有在組這個自救會來協助大家做一個法律諮詢的部分，然後他才來找我們的。這我刷了要跟你問講，你這個自救會是安怎組成、安怎來的吼？還是問這個問題是要讓大家來了解講，萬不離萬一的萬一，你若有一天若拄到這種代志，你要安怎行出頭一步？恁這自救會是安怎成立的？這個自救會它其實一開始是我們事務所有一位李欣婷律師，然後他的一個好朋友，他其實就是在網絡上，在那個 Threads 上看到說，有這個針孔偷拍事件，然後他發現他也在那邊有去做過這個療程，然後他就去問我們李律師，然後李律師就因為這是他朋友，他就很擔心，然後所以就來幫他做這個自救會，然後把所有相關可能受害的消費者集結起來，然後看我們怎麼樣去進行。所以大家是在網絡頂頭，在這個社交媒體頂頭去看到，大家加入的。對，其實我們是從網絡社群這邊匯集起來的。這麼第二步，這麼目前為止是恁大方面來發布消息講，來，擱等3天啊，阮即馬咧創這，還是講無，因為安尼一講來，甲你問甲恁安尼一個頭兩個大。其實兩邊都有，因為我們在這個大的群組裡面會說，我們現在這邊怎麼做，然後如果有一些他不好的，像前2天講的退費之亂，你不同意不答應的文件不要亂簽啊。當然也會有非常多的消費者他會私訊我，然後甚至會有一些很恐慌的感覺，因為他甚至是被全身麻醉，然後在那個診所裡面，對，所以他非常害怕。所以每一項種情形都不同款哦。對，會有很多人他會把他自己的問題，然後來問我們。您基本上是安怎做 Excel 表，還是安怎要安怎處理？真正有一個 Excel 表，因為它非常多，有台北、台中、高雄，全台灣的消費者，其實都有尋我們的這個網絡社群，然後來我們表單，所以我們把它分北中南。然後由我們不同的同仁去接觸，然後我們會診之後，如果是跟我們退費有關係的部分的話，就之後可能會請我們消保機關的介紹你們現在，對，會請我們消保的專家機關，然後來去協助後續的這個團體訴訟。我相信李律師已經真後悔，因為大家一來個3000個哦，就是。一開始我們以為可能也許幾十個人，可能沒有100個人，沒想到2-3個小時就已經超過200-300，然後第一天就已經破500人了，所以是非常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不是只是那1-2間而已。這麼先到這為止吼，我希望回頭再來給你請教哈，後手的這個法律動作，說來吼，觀眾朋友一定真關心吼。伊即馬雞絲頭啊攏炸吼，這名叫做私家偵探啦吼，就是迄個你看迄個廣告吼，掠一支畫啊呢，寫狗的迄種的，敢是迄種？是吼。你甲咱講，你桌面上迄攏什麼物件？我先來講吼，這就是一個咱講拍仔機還是錄影機，就是一個針孔內底，對。這即馬有開機啊！即馬有開機啊！就是講哦，那過來，這就是手電哦，這是一個信號的，咧掃信號的一個工具。所以你若要檢查攏用這就去掃信號。對，這是掃信號。這過來，這有掛這紅眼偵測，對，就是講這若是咧。現場咧看的時陣，對，這就是愛照射這個鏡頭，也有反光，就會當去知影講這鏡頭是藏佇倒位。所以這是物理的這個原理。對。電子的原理有無？什麼電子的原理？用電子的鎖閘，還是講伊用物理的種？我用紅色的光線，看到鏡頭會反光，安尼。這是上簡單的，對。
那過來就是講這訊號的，訊號的，即嘛有幾支嘛？幾支叫？對，這是這個強度的調整。阮若是咧找這個物件藏佇個所在是倒位的時陣，就是位傷強，慢慢就把它調小，慢慢去靠近它，它就會持續叫。哦，是。那一般人也不會容易去買到這個東西嘛，所以最好的就是手電筒，大家的手機上面也都有。所以我若要看先生。啊，來扎一支手電，對，唔是講，這就是講你入面一個場所內底，你需要去燙衫，需要去換衫，需要去洗身軀的所在，若是各有就是一個做 SPA， 對，你愛去燙衫的所在，你就會當去，一定有你一個人的時間嘛，對，你就摕起來你的手機啊，你的手電開開。哦，手機啊，後手電光啊，是電光，你甲伊開開，就會當去照射這個鏡頭。啊，唔要四個秒咯。對，你愛慢慢的、慢慢掃，慢慢的看，有一個角度，伊會有光線來反射。哦，所以這是一種，但是咱即馬發生的有的是，看起來敢若迄個煙霧的，這是真渣。是。這種應該是直接安尼甲看，翕翕就知影講有啊無啊嘛。對，因為伊內底一定有鏡頭，有鏡頭就一定有鏡片，有鏡片就一定有反射這個光。對。啊，你邊啊迄個亮白迄是啥物？這個嗎？嘿，這個嘛是燒信號的，敢若烏白無常的。對，這個嘛是燒信號的。即馬共款，我無開這個聲，有咧震動，就是你若是掃到有物件的時陣，伊就會叫。啊，我看覓，是講等下啊，嘛袂曉叫，對，這就是有物件的時陣。這是恁專業咧用的嘛？對。啊，我有收集一個圖表吼，講吼。關燈了，愛關燈用手電，而且是開着這手機啊、翕相機來掃描，吼啊一種。啊，另外就是開着手機啊 WiFi， 你所在你有這個異常的這個網絡的信號，啊，甲基地台的名稱，譬如講 IP cam， 或者是講 CAM cam，camera 的 cam， 或者是 net camera。但是有誒條工改起來，我改做扁食麵，改做拉麵安尼，迄個無效嘛，迄個比較難去辨識。哦，對。啊，佫有講用第三方，我頭下就問咱課程講，啊有手機啊頂頭較方便一個 APP， 通我來是不是掃掃的？這是有效啊無效？這無效，這是無效。真無效。上簡單就是你頭拄我講迄個。你的手機啊，電光開開，就安尼看咧，安尼是上簡單，嘛是上。我是看戲劇內面有迄個鏡吼，咱翕鏡，咱咧照鏡，啊鏡背後就是一個針孔，啊迄種用手機啊掃敢照有。你講一個鏡後面就是翕相機，這就是雙面鏡，對吧？好。人講雙面鏡，阮會當用你的。手頭，鏡頭啊，無你的手指啊，鏡頭啊，嘿，你放佇鏡，前面它就會如果是雙面鏡的話，它是完全貼合的，跟你的手指是完全貼合的。哦，大概記了哦。那如果是它是後面是擋起來是有鋪水銀的，那會有一點點距離。對。哦，就是這種的，大部分也是愛靠咱人工愛斟酌。是。這是最直接的，也最簡單的。這哇，這擺啊，我這一天講3-4千人，我相信阿公唔拿了哦。是我唔敢講啦。來，羅律師，那像他這案呢，已經3-5千人啊。我頭頭有先甲，我當時甲請教過，講因攏會先叫咱有問題有這個
有問題，還是感覺家己有問題，先去縣市所在的一些消保官去報。啊，這後手法律上若要進行，也未進行就集體訴訟要退費。聽講安尼退費，哇，真濟，甲你坎坎坷坷，甲你安尼。嘿，因為其實我家己佇我家己的網絡面頂吼，嘛是收到講真濟我的觀眾啦吼，因寫批給我吼，發訊息給我吼，啊問講，因為因即馬要去診所要求要退費吼，啊診所就要求講因愛簽一個文件嘛吼，啊面頂就是寫講啊你愛先放棄你的民刑事的這告訴權，吼。面頂就安尼寫，因為我進前我有佇我家己的迄網站面頂吼，有呼籲大家講，是安尼你就唔好簽，吼。結果即擺診所迄邊的做法是講，你若是無愛簽，因就無愛退費，就變做安尼，吼，就是你就變做講，我是要簽還是無愛簽，吼，我若簽，我以後可能無法度要求講相關的賠償，吼，但是我也無愛簽，吼，可能就無法度退費。哦，即馬就變安尼，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講吼，其實這觀眾朋友是唔免驚吼，診所的咧空險啦吼，因為其實你嘛是能要求退費的，因為佇咱的醫療法面頂是規定講，這醫療的費用吼，伊免先收，吼，就是講你免當做課程安尼吼，我就一遍甲你賣你10堂，吼，你就一遍買10個課程安尼是免得的吼，安尼是違反規定的。好，所以你用這條吼去到法院講啊，我進前場診所簽的契約是無效的，吼，安尼嘛是能申請退費。哦，是。安尼你就是能先，你就是講無法度直接，即馬無法度直接為診所遐度摕到錢啊，可能愛經過一個訴訟吼這款的方式，但是呢，你第一方面你就是以後吼嘛是會當摕到退費。對，係啊，你嘛能提出你民事的賠償，吼，啊，嘛能提出你刑事的告訴安尼。就是這你聽起來敢若是有兩種，一種是我醫療行為有人想要退費，啊，另外有一種是我已經買10節課，要甲你做醫美啊、創啥有誒無誒，這10節我敢若用了2節，我要來退費。啊，若像頭前這種咧，我做了我天起來我創啥，這種敢會當馬上要求退費？這醫療法本來就是規定講，你若是還未做，伊就免先收。哦，係，這是醫療法面頂規定的。吼，啊，雖然講即馬這所有的迄診所攏是先收啦，吼，因就會講我就賣你10節課安尼，吼，安尼較俗嘛，所以就足儕人伊會安尼去做，但是其實安尼攏伊有走法律邊緣啦，就是攏有一寡問題。是會使告，是安的個，吼，是安要求講，我就是還未做嘛。吼，所以我即馬要解除這契約，吼，啊，你愛退我遐錢，這是會用安尼做的，吼，啊，安尼你就是了後講你進前做的，吼，已經做的，吼，啊有即馬去人偷翕，吼，所以我要求賠償，吼，我要提出刑事的告訴，吼，攏總會繼續做的呢。哦，所以免簽迄個，唔免簽，免甲信道，對，嘿，免甲信道。來，吳董事。即馬刷來接伊的工課吼，啊，你建議即馬的受害者，還是講有顧慮講可能家己也已經受害，雖然找無證據，啊，即馬愛做啥物動作？我當初聽迄個自救會主任嘛吼，因知影阮消基會痛苦啊，所以喏，阮若拄着團體訴訟啦哦。迄整理資料對阮來講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代志，迄是一個大工程啦吼。因為這個案件我已經拖咧等啊，因為照伊咧講誒，2、3千的犯罪佫愈濟啦吼。啊，所以為什麼愛拍這個迄個消費的迄個團體訴訟？因為吼，伊有2個好處啦吼。第一個好處就是講，迄律師攏總阮家己消基會啦，無收錢就對啊，毋免出律師費啊。這第一個啦吼。啊，第二個是訴訟費用的問題啦吼，因為訴訟費用根據迄個消基法的消保法的規定啦吼，上加吼，佇第一審嘛，敢才收6600塊啦。就講你不管幾個人，啊要請求偌濟錢啊，反而敢收6600塊爾啦吼。像阮替迄個
八仙塵爆這個訴訟來拍訴訟，我攏總起訴有兩個部分嘛。第一有一個部分，阮起訴攏總請求20幾億啊吼，這20幾億呢，依照一般的收入來講吼，愛交過6000萬啦吼。啊，但是阮交6600萬，6600塊爾吼。所以訴訟費的部分啦，對於被害者來講吼，確實是會使考慮的啦吼。就講你也免開律師費嘛吼，啊免開訴訟費，因為訴訟變做阮包6600塊，歹勢個人去收啦。安尼考慮了，而且阮若拍團體訴訟吼，因為訴訟費敢6600塊爾，阮佇咧請求的部分，特別是吼精神上的賠償啦，精神賠償阮寫偌濟錢不要緊啦，因為交易嘛是遐濟錢爾，所以我有當時會講啊，寫較懸一點嘛，啊，有歡迎看伊要安怎裁決。量對吼，所以這個案件來講，可能是阮的建議啊，吼，不管是主計會來講，還是一般的這個被害者啦，吼，會使先達縣市政府的消保官啊，吼，啊，會使帶因做登記，啊，收集資料，啊，這個資料收集了後，因為一定超過20個消保法的規定是講，超過20個被害者，啊，就會使委託迄個相關消基會這款消費者的保護團體會使來拍這個訴訟地啊，團體訴訟地啊吼，所以阮會建議講是毋是先達各縣政府的消保官來做登記收集資料，啊，回證了啊，較做伙來這個採取行動。即嘛有兩個團體會使拍這款訴訟爾，一個佇高雄，一個佇台北啦吼，啊，大部分大方面的啦吼，人較濟攏消基會咧拍啦。所以可能這個案件若尾啊，人做遐濟情況之下，可能有阮消基會來拍這個訴訟的可能性最大啦。是。他拄仔延續他羅律師所講的，講有個人是買10節課，對，啊，我用了2節，對。啊，其實吼，消費者嘛毋是毋知講，啊，我敢若先用啊買10節，啊，我咱用1節用2節，這個是毋是違法？第一，是毋是違法？啊，第二，咱從處以後是毋是會當請求講，袂使，你買你就1節課1節課甲我收，啊無只你袂當收10節，啊但是對方就講，你若一擺交10節吼，我互你拍節拍8節，安尼都這種行為是違法，都這種是虛構。看起來是安尼吼，依照醫療規定是在預收，袂使預收啦吼，袂使預收醫療費用啦吼，啊像這有困難所在佇對呢，有困難所在是講到底醫美的行為吼，到底是醫療還是美容啦？我一直叫迄個衛福部吼，你愛做一個解說，啊而且互伊切落較開的，因為這毋是講咱這麼來討論這個預收費用的問題吼，你若純粹是醫美，毋是醫療，伊講我這是醫美啊，毋是醫療啊。啊，那醫療先是別在預收嘛，啊，若講啊，這毋是醫療的部分的時陣，啊，伊就在預收啊。所以這個灰色地帶是免啊去找，這一個問題。擱另外一個問題，健保的問題啦。因為你若醫療費用的時陣，哦，會使符合到醫療行為時，健保來支付嘛。啊，那醫美的部分啊，毋是醫療的部分，就袂使健保來支付啊。所以吼，這談到主持人你問這個問題吼，是阮一直吼希望主管機關吼會使清楚來切到較清楚的，啊，但是吼我看都歹切的啦吼，所以基本上我是安尼想法啦吼，來講預收費用的部分，其實講係足簡單的，講啊我買啊，啊就一節收就好啊，啊人來講愛拍這啊，啊拍足大個這時，你會參加也袂參加，嘛會照像我收去啊，啊違法的部分吼，看主管機關安尼界定啊吼。伊若講，咱定一個講袂使預收費用，啊已經收啊，啊是要安怎罰到較重的，啊伊若罰到較重的時陣，啊當然診所啦，還是這醫療機構，伊就唔敢去預收費用啦吼，這是一個問題。擱第二個問題吼，因為咱普通目前為止啊，對着我們叫做預付型的消費形態，預付型的哈，像這個先收的這個預付型的消費形態，這吼應該愛我們要一個叫做履約的擔保。像這案件內面絕對無履約擔保啦，好可能。無啦，一定無的嘛。啊，這無履約擔保的形式，阮也是
應該會觸發一個啦，吼，會使觸發一個吼。所以我感覺應該從這幾個角度啊，主管機關，唔是講這啊，目前咧調查講這有這個妨害有違反醫療法部，啊有違反這個妨害秘密部，唔是講這爾，應該對於預收的費用的部分哦，應該有違反規定部，嘛要去做調查是。那這部分羅律師，你主張講這是就是顯然就是違反着醫療法。啊，那親像他我當時所講說，啊，你這敢若是美容，啊，佫敢若是醫療。因為比如講，我若是照鏡，啊，這鏡內面出現一個娘，一直甲伊講你足水，你足水，大概來聽你講你足水安尼。我這唔是美容啊，我這是美容，我這唔是醫療啊。啊，這有相矛盾無？其實咱即馬佇所謂吼醫美吼，其實你嘛是愛看醫師做具體的療程是啥。有侵入性嘛？主要是講你也是愛一寡操作機器吼，比如說操作雷射吼，還是講你愛動得多吼，動得多迄度絕對是醫療行為嘛吼。啊，你若是講有用雷射吼，有這款機器，這其實嘛是醫療行為啦吼。啊，但是有頂下有就是有一寡較佇游走邊緣吼，你就真正真歹講，這到底是毋是醫療？伊確實有一寡灰色空間存在啦吼，所以拄啊吳律師伊的建議，我感覺其實咱衛福部吼，真正嘛是講愛甲這線吼愛畫出來吼，因為其實進前嘛是有足儕診所安尼去人發吼，就是講因為佇迄電視購物面頂哦，啊來講賣幾折扣吼，啊安怎因有優惠的啥安尼，啊其實迄攏是免的，所以進前就是已經有診所去人發。去人發過啊？有啊。所以這有經歷到，所以應該會當請求講，你就要退費。我是感覺講，當然你是愛個當來個案去認定啦，吼。但是我感覺講消費者你莫放棄這條路啦，吼，你莫想講啊，這可能是醫美行為，放棄啦哈。嘿，我是感覺講你即馬用加試，你就去試看賣嘛。好，他拄仔咱咧講以前，你佫摕一個迄杯啊，迄是啥物件？這是我用來教學一個物件啊，對，這就是愛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就是愛拿入去一個場所，有小可不起眼的物件，迄攏有可能。你講迄內面有監控啊？有，這有哦。這無啊，甲這無啊有，無啊嘛有，無啊要伊個案例倒位啊？這有一個就細空，哎呦要死！這嘛有，這嘛有，這是我用來上課的一個物件，對。啊，這咱伊咧甲咱講話，啊，咱就摕一個手機啊，甲照安尼哦。若是要甲檢查，就愛摕手機啊，甲照。無啦，這是愛提醒講一個場所內底，小看一個不起眼的物件，攏會當對。什麼款的物件攏會使去甲伊改裝，像棉仔紙的殼啊，嘛有棉仔紙的殼啊。對。啊，若鋼筆的，像你去筆，你有無？這無啦，這無啦。啊，你去手錶啊咧？手錶無啦，這是Samsung的。手錶無吼。是。啊，人講有鈕啊有。鈕啊有。啊，對，什麼冰箱啦、內褲帶啦，有。各式各樣攏有。哦，你愈講就愈驚。對，但是講這是掛佇人的身軀頂的。哎。阮講是入去一個場所內底，每一個若有物件是放佇遐是無合理的。像講，就有真多人佇公園的便所內底有發現，就是講，這人有警覺到這物件放佇遮，這空對準我的身軀是無合理的，進而去發現。我有看過一個新聞，唔知對啊唔對，就是講有人看過馬桶內面，馬桶內面看起來敢若一粒弧形。啊，結果是一個監控，這敢有這種弧形，看起來呢，敢若弧形安尼烏烏，啊，其實是監控，啊，這敢有可能通按佇這個馬桶內面，啊，佫會當搶水安尼？會當啊，有，
嘛是會當裝。你的反應，敢若是講我來問一個白家問題。不是，這是當然會使。會使，你要怎麼做，其實都可以。重點在一定有一個鏡頭，甲鏡片。你也當透過光線去發現它，這個是最簡單，江湖一點絕啦。最簡單的就是這個方式。你講到我小可驚驚，所以咱一般譬如講摸震動的這個要人，講伊的車有人甲創這個物件，你感覺這咱一般人去處理咱除了你頭甲咱教的，因為咱可能今仔日聽到會可能較見教，明仔載佫殊榮工廠就佫袂記哩呢。是。啊，這是要安怎方法呢？無100%的方法，就是你家己愛有警覺心，愛去發現你生活內底，你這個生活佇這個場所內底有啥物款的物件是忽然間出現佇遐，無合理，迄個空無合理，你小可摕光去照射看覓，你就會當知影。是。所以，若是這種物件翕到的，是毋是有法律的這個效力呢？我要請教咱法務主任，這種因為咱聽伊的這個借口是講，因為糾紛足濟，所以我攏愛翕，而且我敢若翕在醫師的頭，翕這個患者的這個身體，無翕伊的人。唔知影你這個你的頂八卦就是你的頭，下八卦嘛唔是你的頭，所以接袂起來袂要緊，無妨害秘密罪，安尼去主張安尼敢是？一個來講，我們其實他這種說法其實是很模糊的，因為我們今天如果是為了避免說，有這個醫療糾紛啊，我要拍個照，證明我的手術是沒有問題的，那我們應該是先通知我們的病患，事先跟你講說，我們等一下手術，愛簽，對，你同意說，我們等一下會給你拍照，確保我們手術過程 OK。如果我同意的話，你拍，那當然沒問題。那今天他的問題是，他偷偷的把這個針孔藏起來，藏起來之後，沒有人知道你在做這個事情啊，那很恐怖因為很多他的消費者是說，他甚至是做隆鼻，他要全身麻醉，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就時間就過去，然後才知道原來我做的這個地方是有這個針孔的，非常恐怖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事先跟我們這個病患或者說消費者提到說，我們等一下會給你拍照，確保我們的手術過程沒有問題，我相信很多消費者是不會有問題的。但今天的問題就在於他沒有跟我們講，然後偷偷摸摸的裝了一個針孔在那邊。今仔日咱他所看的這新聞裡面有一間診所，伊講有哦，我有哦，我只是離開細緻，所以恁無看到。若是安尼，吳律師，安尼敢會當放伊煞？我的想法一直是安尼啦吼，因為我感覺你個醫療方啦吼，甲病患之間吼，應該醫療方愛盡到叫做各地的義務啦吼，愛當講個清楚啦。你看遐細個，要哪那個，要哪准算吼？其實咱應該分做兩方面來看，一個是伊個公共空間，一個是伊個診間吼，假是講手術室，迄是無共款的。你若公共空間這麼大部分的診所吼，你若用監視器，對，你若監視器的時候吼，普通攏會講我這有咧用咧翕啦吼，互迄個所有的病患大家攏知影，這大概有做到啦。但是佇診間內面，甲着手術室的部分，我感覺應該做甲吼更細緻的各地的義務啦吼。就講我佇這個防疫的這個診間內面哦，我會放啥物物件。會翕啥物貨，要做啥物用途，這個講得足清楚的。講清楚了，愛寫一個同意書吼，迄個病患吼來寫一個同意書啦吼。我感覺這是一個部分。擱第二個部分，毋是講寫同意書吼，就無法律證明毋是安尼啦吼。你有當時你迄個
裝的迄個所在，你的鏡頭到底翕什麼部位？你翕什麼部足重要的啊？你這個目的是講後壁免着迄個醫療的糾紛嘛？啊，你就無需要講迄個鏡頭翕着咱患者的敏感的部位啊，無需要啊。哦，就無需要講，你只要是要聽聲爾，會講證明講啊，確實你佇即個診間內面啊，即兩個人的醫生甲迄個甲患者一個對話爾。所以迄個鏡頭你袂使對着咱即個消費者啊病患的迄個敏感的部位。佮佇咧手術室佮愈免講啊，手術室咧你迄敏感的部位你更加袂使翕着，而且你手術室內面無翕着講愛。講避免迄個醫療糾紛的問題嘛，因為你就入去內面，啊，就可能麻醉室住的了，就攏唔知影人。攏唔知影人去啊？對啊，較知影講你到底是啥物貨，哦，這是一個部分。佮另外一個部分，即使說你已經有盡到告知義務，你袂使把這個翕的所有物件移作別種用途，還是目的的使用啊？你啊，你移作別的用途跟目的的使用。嘛是袂使吼，所以你唔是講寫一個同意書，就會使免除了你的法律責任。是，但是我的好奇是羅律師，伊講我是因為要避免着醫療糾紛，所以我甲翕起來。但是你無共告知啊，到時陣若萬不離真正有糾紛，伊摕即個物件共偷翕的物件摕出來告訴來做證據，安尼咱知影講即。獨唱、獨告、理論，這安尼敢有效？這個證據有效嗎？對，所以我看這個新聞出現了，我攏在想講，這醫生因做這個代志，敢有先來問律師過？因為伊有先來問律師，律師一定袂建議因安尼做的啦。因為咱佇這法律上你要做證據來用，有兩款可能嘛。一款是佇刑事的糾紛，譬如講今仔日有發生醫療糾紛，啊，醫生去人告過失傷害，這是刑事的糾紛。啊，第二款是民事的損害賠償，就是講，我要要求賠償安尼。啊，佇刑事的糾紛，迄刑事就大多主持人有講到，迄毒樹果原則，因要求迄證據。這要件是真嚴格的，就是講你這也是講透過不法的方式，就是違法的方式去摕到的證據，這條刑事上就是免做證據，就免用嘛，係啊，所以你即馬這醫療的相關規定，係啊，醫療相關規定攏有講你免安尼做啊，你一定愛哈這消費者知情同意嘛，啊，你即馬安尼做，你這根本就無法度提出來做證據用。啊，若是民事的糾紛，同款嘛是有問題，因為你即馬民事的糾紛是安尼，就是講你兩款你要保護的法益，倒一款是較嚴重的，就是講你即馬你要保護醫生家己袂去人告，這是醫生袂去人告的法益，啊，你侵害的是侵害人的人權，係是消費者隱私嘛，啊，這兩款你來比較者，當然是消費者隱私是較重要的嘛。因為醫生你無做唔對代志，你哪會去人告嘛？所以無法度講我醫生我要避免去人告，所以我攏用偷翕的方式。我會當主張這。所以這佇民事上伊要提出來做證據的記錄嘛，真細啦。所以我就想講，這醫生可能無先問過律師，就家己就先安尼做啊，嘿。這就還真重要吼，所以要請咱也是要請咱的偵探吼。你甲咱講，咱一般人即馬這種物件在，尤其迄健康吼，是網絡頂頭凊彩買就買有嘛？有。啊，即馬購物網站買就有啊。啊，這攏無管制哦。無呢，這有真儕人咧買啊。所以啊，家己倒落會使嘛？你若是我頭拄仔就驚講哦，這個教材哦，會當互人去模仿，對，知影？就是若是有心要做這款代志的人哦，因為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可以去做啦，是。所以其實第一，這個取材真容易，是。啊，要安裝嘛真簡單，就是。是，無毋對。我開始講是無毋對。真正錯些，這網絡頂頭攏沒有，你這四項其實頭仔攏沒有嘛？攏有，
若是講你台北的光華商場內底找一定嘛有，一定嘛找有的。但是譬如講要裝佇鋼筆啊，裝啥，這就較無啊。嘛是有啊。哦啊，買規支鋼筆有，這網絡內底攏有。哦，啊，所以你認為除了恁精神業者有咧用以外，真濟人私底下攏有咧用咯。有小可有些人他是有的是職場霸凌、同學霸凌、搜證用的。哦對啊，啊這蘇證佫來啊，這蘇證甲安尼敢他都要像賴律師安尼講，這蘇證安尼敢有效？無，伊若是佇你當初講職場霸凌嘛，迄是佇辦公室嘛，迄是公開場所啊。啊，你校園霸凌迄佇教室嘛，公開場所啊。但是你即馬佇診間，吼佇診間還是迄個病患的隱私部位，這都是已經違反。哦，所以這無共款。對，無共款。啊，若是警察啊。警察先生用的密錄器，這就有因為有公權力，對，所以這就是這是合法的，這是合法的。係啊，那你講他都有，譬如講老師還是學生，為了要自保，是。你上課的時陣，我有聽過有老師也掛一個呢，驚學生過啊，所以自保安尼看的。是。安尼這嘛，我有聽過咧。是。啊，有人咧買一個物件來做這款代志，是。哦，這是這個風氣是當時開始。其實是講是這鏡頭變做較俗的，較細的時陣就開始啊。啊，唔就差不多這10年的時間。是。尤其我所知的是，我無研究啊，我節目進前這3、5天，咱才去研究講哦，其實因為有手機啊這項物件，甲手機啊的通聯做，甚至會當錄音，甚至有做 live 的，有這種會當做 live 的吼。你講是啥物做 live？ 做現主時間監視器安尼，鏡頭佇隔壁間，我手機頂頭就通看。有啊，這就有啊。這即馬我甲你開，他拄仔你講迄個 WiFi 迄個名，藍牙迄個名，就是會當接到這個鏡頭，我就會當佇手機仔內底看。哦，是，所以迄就是 live 啊，迄就是 live。是。啊，你甲咱指引一下吼，那一般若是觀眾朋友即擺只教一你甲咱講吼，如何自保？摕一支手機啊，而且手電你擱講一擺，講互觀眾朋友知。是。這吼，你若摕一支手電，這是鏡頭，這中間這，你若是摕一支手電，甲伊照射，伊會反光，伊有一個綠色的反光。但是我唔知影這迄個清楚。咱即擺這鏡頭可能無一定看有啦吼。對，觀眾朋友若看有這。有看到綠色的鏡頭中間有一個即擺現場的觀眾看到啦，對，這就是這鏡頭的反射，是就會當來分辨是鏡頭還是別種物件。哦，所以無一定愛揸手電，手機啊就使。手機的電光就使啊。手機啊就使。是，若是有發現到我是建議講，你先摕物件甲伊吸咧。刷落來，擱報警，先甲卡掉。是。哦。因為你通知啥物工作人員嘛好，負責人嘛好，有可能伊就知影。伊隨就甲你切掉，攏甲你毀掉。是。哦，這樣建議講，愛較緊來卡110報警，安尼來保全這個現場的現場的證據。哦，所以還佫一個美角佇個咧，吼。是。好，來主任吼，你佫來咱講吼，即馬自救會內面，有甲恁投訴，還佫有你講有全身麻醉的，對，有半身的，對，
有想買課程的，啊，還有其他什麼陽台較麻煩的，甚至無法度來退費的，對，有較麻煩的嗎？有，其實剛剛我們那個消保的吳律師有提到他這個履約嘛，履約還有這個課程，不能像我們戴律師有提到，對，不能預售。他這個其實我們現在有碰到一個問題是，一個是他買了一個線上的課程的票券啊，他一次說10堂的票券，夠他修，網絡上買，然後他就拿去那個診所說，我要來你們這家做，然後他那個診所就給他收了10張，然後每次來就給他簽一下，啊，結果現在剩了幾堂課，這個事情爆發，然後他拿不到他剩下的票券，因為在診所那邊，所以他不知道怎麼要回來。哦，網絡購買票券，這是一個，對，然後另外一個也很嚴重的是。就像剛才提到，你不能預售這個醫療的服務吧？它其實現在我們有接受到消費者，他有一個反應是說，他今天這個東西，他賣你的時候就說，這是一個療程，這是一堂課，然後你沒有錢嘛，或者說，這個金額比較大，分期付款啊，對，我請你去介紹另外一個，可能資產管理公司，對，或是其他的借款的一些公司。然後你去跟他借，然後付給我，所以我們之間就好像是很單純的交易關係啊。你消費者去跟那個公司借錢是你的事情，跟我診所沒有關係。哇！所以他現在就會問我說，那他這個怎麼辦？他那個借款的還要不要還？分期付款還要不要還？啊，這個可能我們請律師有這種的啦。對。哇，這咱無想到呢。講後去講借啊，這個是該一道坑呢，還是伊家己去找？這個。我們消費者對，診所那種道康的合作的，對，就是他們道康去合作的，對，因為其實我還有收到一些是他們同業打來電話給我講他們在做的方式，然後還有一些其實是因為很多去做醫美的不是什麼有錢人貴婦才去做醫美，現在很多其實是我們講小資女孩，她可能。想要讓自己漂亮一點，想要在工作上順利一點，所以他就去想要做這個醫美，但他沒有那麼多錢，所以診所就會介紹他說，你去跟他借啊，你慢慢分期跟他還，我們先做，就是會發生這樣的糾紛，然後現在就是不知道還要不要還，然後也不知道那個剩下的課還拿不拿回來，就很困擾。哇，這再講吼，這唔那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呢。這還佫牽涉錢的代誌，這邊安怎處理啊？吳律師，這較麻煩一點嘛，咱分到2種啦，伊若停業就較好辦啦，因為停業的部分本來迄金融那個金融公司嘛，因為咱普通人借款2種，一個甲銀行啦，迄是銀行部分較好解決啦，銀行部分因為本來金管會伊本來就講銀行啦，拄到這業者這分期付款這業者，咱先付哦，伊嘛，伊就銀行先報款吼，這業者啊，業者到了，業者到的時陣啊，會使打迄個銀行講啊，迄個業者已經到去啊，所以迄個後壁還未付的迄個分期付款的部分，會使免要繼續付啦。這佇銀行的部分較簡單，啊，佇金融投資公司的部分本來是袂使甲銀行安尼吼，伊講這金融投資公司唔是金融機構，所以袂使啦吼。但是現在金管會介入了以後，現在連金融投資公司啊，如果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啊，來跟業者合作的時陣啊，這業者到期了後，這個會使有哪是會使停止後邊付款啦，這嘛是已經是安尼啊，所以阮是阮消基會努力奮鬥之下來啦，但是像今日這個部分，無停業的部分是袂使啊。無停業的部分是無法度講後壁還未付的分期付款的部分停止付款，無法度安尼做，所以可能要看後續的發展啦吼。若講這業者停業啦吼，迄個時陣的時，就會使緊打你借款的公司還是銀行，較緊發通知，但講這業者已經倒啊，所以後壁的分期付款的部分唔免擱繼續落，這點消費者要特別注意嘿。吳律師，如果若是因為合作，應該有某種程度有 commission 的金錢之間來往的關係嘛？如果若有合作，普通是袂安尼啦，普通是講吼，
這來時我要誘到客戶啦。啊，所以你錢無夠的時，你帶銀行借，啊，我來介紹條借啊。啊，這錢反正是互我嘛，我是收到啊。啊，到時你要付你去付啊。啊，我趁這條就好啊。大部分啦，我想大部分啦。啊，但是若講業務員吼，因家己有啥物抽 commission 無？這我唔知啦吼。但是普通來，最主要是要誘導客戶。啊，伊若錢無夠的時陣，伊就介紹銀行來介紹這金融投資公司啊吼。啊，來借款，啊，付伊這條款。這聽起來愈聽愈大條了，大律師。若是這種這邊啊處理，尤其這可能，這個民間的這金融公司，這攏唔是普通人呢。對啊，這款金融公司其實即馬嘛常做這事務所來合作的，吼，就是講民眾，跟事務所來合作。即馬攏會開始找事務所來合作啊，吼，就是講有誒，迄訴訟費用較懸嘛。律師費較貴嘛，吼啊，所以因就會找律師來合作，講啊，你就是介紹客戶吼，甲阮借錢吼，啊，伊錢就會先和你做律師費安尼，嘿，所以我家己是無啦，因為我感覺這問題真大條啦，吼，但是就是講這即馬是一款社會現象啦，吼，啊，即馬金管會有介入，這是一個好的發展啦，因為就是講即馬少年啊，吼，去借這款融資公司，這款民間借貸實在是傷腐爛去啊。吼，啊，都安尼延伸出來，做這款即馬金融吼，這美容消費吼，攏是安尼延伸出來吼，啊，所以講這是到底要安怎解決？我感覺這要解決，講來是真正話頭斷啦吼，可能嘛是愛人愛為制度面呢豆豆解決去啦。嘿，無法度講，即馬這個案件就是講啊，我安怎解決，就安隨解決。今日難得吼，我要請吳律師加講一下吼，因為我知影講2024開始吼，咱的醫療事故預防甲爭議處理法已經上路。醫療糾紛吼，我查到吼，2025年6月底，台北市受理的這醫美的爭議案件超過49件。全國吼，往年全國牽涉到醫療傷害訴訟那頭40件到50件，敢若全國咧，即馬敢若是台北市的49件。你講是調解還是講案件？這案件哦，伊糾紛哦，對，這糾紛。那普通啦吼，醫美的部分吼，的糾紛啦吼，一方面是客戶的糾紛啦，這客戶糾紛就是講，啊，我來醫美，我是要達到啥物一個效果嘛。啊，結果開錢落，啊，到我的效果吼，認知啊無夠迄個效果。對吼，這本來就不管是醫美的部分，還是講牙科的部分吼，靠這個糾紛佇的吼，靠這個糾紛佇。啊，另外一個就是因為醫療的過失或是違反這個醫療常規啦吼，啊，造成咱看有當時會聽着講啊，伊死人去啊吼，那個大部分攏是麻醉啦，大部分攏麻醉，無控制好勢吼。啊，有的是講啊，這伊做了啊，無注意啊，也無顧着，有哪有借糾紛啊，總過身去的吼。大概這塊伊個糾紛愈來愈濟啊，吼，愈來愈濟。像我有一個學生吼，伊去做醫美，講要抽脂，我有看伊3站啦，50公斤爾，講要去抽脂啊。啊，普通咱唔知影講迄抽脂迄風險性偌大，所以未盡到告知以後，其實嘛是醫療的案件一個足大一個問題佇個吼。你個抽脂到底是要抽偌濟？有當時因為我有做過健保委員，我閣做過消基會董事長啦吼，所以對這方面有甲主管機關有做一個交鋒過啦吼。伊即馬咱正好有一個再生醫療法，但是再生醫療法還未開始正式實行吼，即馬以前叫做特管辦法。迄特管辦吼，迄實在是吼講對吼，實在是唔知要哪講較好。伊講抽脂啊吼。講若無超過，我會記是，無超過5000cc 的款啦，吼，無超過5000cc，對，伊就用一個5000cc當一個界限啦，吼，這樣是一定愛，真正的麻醉師啊，吼，我印象當中是這樣，我的想法是講，4999甲5000是差偌濟，你若講5000有危險，4999敢無危險？我都唔是大手。對吼，所以講吼，用這款。抽幾 CC 來，伊就界定講到底愛麻醉師啊，無唔免麻醉師，這我是無法度接受。我意思就是講，咱介做醫美代誌啊，是我講一個足大問題啊。咱到底全國登記有案的，會使做麻醉師到底偌濟？無介濟啦。咱的醫美診所到底有幾間？
哦，就蠻緊哦，我想。啊，咱的麻醉師有到在醫美診所來用，無夠嘛？啊，這表示什麼意思？表示講，咱介濟診所是應該要用麻醉師，但是無用麻醉師來處理這醫美的代誌，啊，對病患、對咱的老百姓有偌大的危險性佇的。這主管機關吼，那當作無看到的款啊。哦，這其實唔那是我的認知啦吼，我認為消費者家己目睭來，變較大的吼。小要互你2分鐘吼，請主任來講一下。你接這個案件差不多有10幾天吧吼。上周4、上周五。才4、5天啊。對對，就這一周。到目前為止，你認為這塊來甲你投訴的消費者，應該攏真清楚，一開始就真清楚講，要叫你頭翕袂免講了，應該真清楚應該給寬容嗎？我覺得很多消費者他其實很多時候他不清楚，他就是只覺得他想要退費，但他不知道該怎麼做，甚至像剛才講的，像剛才2位律師有說，其實你前面要告知要做怎麼樣，你的消費要怎麼樣進行，他其實都不太清楚，對，他就說啊這個便宜你趕快來，然後就去買。